搭電車，咁就俾大家欣賞下呢個沿途嘅風景。OK，咁我哋依家就嚟到呢度東邊街啦，咁我就發現電車係要你落咗車先再俾錢嘅，然後佢係靠一啲好特別嘅軌道嚟去define架電車，即係例如呢一啲天線啊，同埋地下嗰啲軌道嚟去引導架電車去走嘅。咁呢個就係我發現嘅一架電車好特別嘅位。